經濟脈搏，主持羅輝、黃景瑩。睇睇個樓價反映二手樓價嘅差估署私人住宅樓價指數啦，3月份係284.2嘅，按月跌0.5%啦，就係連跌第4個月㗎啦。咁繼續係2016年7月嘅超過8年低位啦，按年跌7.8%嘅。今年嚟呢，樓價累積跌咗係1.7%。面積431平方尺以下嘅細單位樓價啦，按月啦係不變嘅。其中啦，港島區嘅樓價啦跌咗大約5%啦，平均售價492萬，跌穿咗500萬嘅水平。而九龍啦同埋新界嘅樓價啦就上升咗，九龍係升咗5.2%啦，平均要459萬。新界呢就升咗2%，平均要435萬。而1000尺以上嘅大單位啦，樓價按月就跌咗0.8%。利嘉閣地產研究部主管陳海潮話啦，3月份嘅二手樓價仍然受一手盤嘅低開拖累啊。自從今年以嚟咧，新盤開價都係比較貼市同埋低價㗎，令到二手業主咧好難叫翻高。細價樓裏面呢，就港島區呢就係叫做跌穿500萬啦，但係就未必真係反映到嗰個樓價升跌，因為可能係受個別一啲比較平價樓嘅交易拖低咗嘅。陳海潮認為啦，二手樓市啦暫時未必可以扭轉現時嘅局面，因為發展商一手貨尾存量啦，仍然有超過2萬伙。相信發展商咧會維持貼市價開價啦，令到二手市場咧繼續受壓。不過咧就話關稅戰啦近期有啲緩和嘅跡象，期望啦第二季會有好消息。如果5、6月啦可以提早減息嘅話啦，相信對整體嘅樓市咧有積極作用。第二季嚟講，開始希望有啲好消息出現啦，包括個關稅戰啦，似乎開始有個緩和嘅跡象。咁如果5月、6月有機會提早去減息的話呢，咁對成個樓市呢都有個支持作用喺度嘅。咁我相信呢，第二季啦，即係5月、6月呢個樓價會開始跌幅會收窄啦，6月嗰陣時開始會持平㗎啦。咁到時個情況就會有啲改善。至於租金方面繼續有支持嘅，租金指數連升4個月啦。差估署嘅私人住宅租金指數3月份係193.3點啊，咁就按月升咗0.1%。